方路有指望。你定很双手，你为我生命的神的盼望，都来自于你。日月和星辰在你手里，我气息，我生命都属于你。你定很双手，你为我生命的神的盼望，都来自于你。日月和星辰在你手里，我气息，我生命都属于你。你是我盼望如晨曦的光，指引我的道路有力量。你是我盼望如星宿的光，牵引我前方路有指望。你是我盼望如晨曦的光，指引我的道路有力量。你是我盼望如星宿的光，牵引我前方路有指望。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让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你十字架的大能，重价赎回我灵魂，你恩典是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
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你十字架的大能，重价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拣选我们，神已预备我们，带着神的爱，宣告盼望在这时代，领受这大使命，侧谦卑聆听，跟随他脚步，将福音传到世界的尽。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所踏之地，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烛光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都敬拜你。拣选我们，神已预备我们，带着神的爱，宣告盼望在这时代，领受这大使命，侧谦卑聆听，跟随他脚步，将福音传到世界的尽。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所踏之地，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烛光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都敬拜你。就是这个时刻，不再迟疑，就是这个时刻，勇敢前去，就是这个时刻，不再迟疑，
就是这个时刻，勇敢前去，以生命见证耶稣他活着。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所踏之地，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烛光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都敬拜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所踏之地，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烛光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都敬拜你。要上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灯火，它不吹熄。生命气息向我吹起，你同在，永远都不曾离开。你是我盼望如晨曦的光，指引我的道路有力量。你是我盼望如星宿的光，牵引我前方路有指望。要上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灯火，它不吹熄。生命气息向我吹起，你同在，永远都不曾离开。你是我盼望如晨曦的光，指引我的道路有力量。你是我盼望如星宿的光，牵引我前方路有指望。你定恒双手，你为我生命得胜的盼望，都来自于你。日月和星辰在你手里，我气息，我生命都属于你。你定恒双手，你为我生命得胜的盼望，都来自于你。日月和星辰在你手里，我气息，我生命都属于你。你是我盼望如晨曦的光，指引我的道路有力量。你是我盼望如星宿的光，牵引我前方路有指望。你是我盼望如晨曦的光，指引我的道路有力量。你是我
我盼望，如星宿的光，牵引我前方路有指望。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感谢上帝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愿用生命做见证，来让更多的人认识你。因着对你的信心，我们壮大；因着脚踏在你的磐石上，我们内心刚强。求你的同在，使我们对于未知的未来不再担忧，是你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现在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求主保守和我们在一起。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做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任内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奉献。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献上感谢，献上赞美。谢谢你拣选我们，呼召我们，保守我们。我们是蒙了你的赦免与饶恕的罪人，常常需要你的慈爱与怜悯。愿我们能像主耶稣一样谦卑温柔，按照你的心意，存怜悯的心去关怀这世界上失丧的人。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你不吹熄。主啊，愿你帮助我们，用你的爱来坚定那需要被扶持的肢体，使你的爱在我的生命中得以完全。主啊，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与能力，帮助我们不张扬，但也不灰心，不丧胆，帮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仆人。主啊，这时我们按自己的心意奉献，献给你，求你悦纳，也求你使我们常保有一颗感恩的心，常做你所喜悦的事。我们也要用你所教导我们的主导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报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周报。公祷事项，请大家持续为我们教会，我们教会有需要的肢体、生病的弟兄姐妹，持续为他们祷告，也为了现在以巴战火，为了总统大选，来为了圣诞节的事工，在这样的忙碌的过程中，有主的喜乐跟平安。我们来看教会消息。比较重要的是那个第3点，那个团契的会长，请在12月24号把你的那个活动排班交给干事。今天是我们带降的第2主日哦，是预备信心的蜡烛。我们要用生命来见证主的恩，为主预备道路。那我们来看第4点，12月17下午4点半到5点半，社区报佳音要参加的，请到我们柜台登记。
那我们来看12月24当天9点半是圣诞赞美礼拜，是合堂礼拜，请大家特别注意哦。9点半当天是12月24是合堂礼拜，那当天也会举行圣礼典。那如果要受洗、坚信礼或迁入会籍的，请向牧师报名。那也请所有的陪餐者要预备心与主同坐席。在当天下午2点半是我们的圣诞舞会，请各位邀请你们的亲朋好友，还有福音的朋友，请邀请他们一起来参加，很棒很棒。建成每次的圣诞舞会大家都知道，很棒。好，再来，当天5点半，晚上5点半圣诞晚宴哦，那个要报名的，请大家一定要尽快。就像今天牧师说，我们那个亚洲棒球昨天10点。冠军赛开卖票，我也上去看了，我晚了几分钟我就买不到，他们2分钟就卖完，牧师说2分钟就卖完，所以我们登记，我们也要像这样的感觉，赶快去登记，这样子方便我们那个关怀部长，好，他可以就是部长们他们可以好好那个比较好的安排位置，谢谢你，好。所以大家记得登记完，记得要缴费用，每个人是300元哦。好，然后国小生是150元，请大家也安排你们的同住家人以及福音朋友一起来参加，记得到柜台登记。2024年的爱餐热线一个单位是3000元，请大家你还没有那个3000元给干事的，先不要给了，好，我们明年再给，好，因为他要明年再给，因为他要那个记账。好，所以还没给3000元，记得明年再给。好，那接下来奉献明细大家自己看。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是记载在以赛亚书42章1到4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第1节来看呐，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张声。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今天一节目是为我们要讲到的是做新事的上帝。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年快过了，大家明年还要一样吗？要一样的举手。没有人要一样，大家都不一样嘛。新的一年一定要有新希望嘛，哈。但是今年要先做准备。我们现在那个教会的节期哈，可能在2堂比较没有像那个点灯活动哈。那代降第2主日，代降节很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要预备。主耶稣的再来，主耶稣的再来，那这个预备怎么预备？就好像你可能你要去考试，你就要预备，你每个科目就要看，就好像考试一样。那基督徒也有很多人要预备，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我们再一次，你圣灵呼召我们聚集在你的圣殿。透过你自己的话语来亲自对我们的讲话，主，我们相信你是2000多年前以色列的上帝，如今也是我们的上帝。你在2000多年前，你做新事，你到如今，你一样会行神迹奇事在我们当中。当我们愿意悔改，当我们愿意转向你，当我们愿意紧紧的跟随你的时候，主啊，你就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愿你的话语今天大大的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门。我们看一下经文，那个 PPT。今天只有短短的4节，其实这4节是非常在整个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4节。第1节，看啊，看啊，要看什么？看我的仆人，我的仆人。会想到会有这段经文出现，是因为在这个是42章1到4节，在41章的前面，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大家可以翻哈，在前面，在前面那个788页
788页大概翻一下，就是我们先倒车一下，就是在41章21到29节。29节就是上帝也是叫上帝的子民看呐、看什么？看这些偶像，看这些偶像。上帝又叫我们看偶像，又看我们上帝的仆人，要做一个比较。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因为以色列他们被偶像沉迷在偶像当中，然后他们整个国家被掳，因为百姓不再敬畏上帝，君王不再行上帝眼中公义的事情，所以国家就如先知所预言的，他们将会被掳。这个整个背景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已经被掳了。我们都知道战争是非常的恐怖，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很凄惨。但是这样真实的事件发生，多少让些还活着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有一点点的觉醒。当初上帝透过先知的提醒是真的，我们真的得罪了上帝。有时我们也是真的走投无路。我所谓走投无路，不一定是只做了生意失败那走投无路。我们真的碰到壁的时候，我们当然觉得说啊，上帝，我们真的需要上帝。这群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巴比伦，他们经过了1天、1年、2年、5年、10年、20年过去了，有一些人就很不耐烦。上帝啊，你有听我们的哀求吗？上帝，你有听我们的祷告吗？你不是在先知书上面借着先知预言说你会带我们回以色列吗？那我们为什么现在还在外面流浪？以色列的百姓当中有很多开始有埋怨的声音出现，他们对上帝的信靠开始动摇了。在他们生命当中有2个神明，一个是巴比伦的神明，一个是耶和华上帝。这2个神明开始在他们内心里面拉扯。现实的需要是对我们都说很残忍。所谓的现实，就是可能食衣住行上面，当现实出生的时候，有一句话说：“久病无孝子”，有听过吗？新来的同学，“久病无孝子”有听过吗？哦，还有一个呢，描述夫妻。久病无孝子，然后夫妻什么啊？就是因为某种事情，夫妻还是会翻脸的啦。就是说，真的很现实，在以色列百姓他们在那边很现实的需要是残忍，所以说他们很多的以色列百姓就渐渐的敬拜巴比伦的神明，以及追求他们的价值。过往在耶路撒冷的教训，他们渐渐忘记了。我们把时间拉到现在的21世纪，回想。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若不是圣灵的引导，或者是有人介绍，不管是男女朋友，你不可能来到踏入教会。渐渐的，我们可能是慕道友；渐渐的，我们可能成为受洗，成为这个建成教会属灵的大家庭。牧师要跟大家说，这绝对不是容易的事情。以整个目前。以台湾来讲，95%都是一般的宗教文化的环境当中，甚至固有的传统价值，你要信主，其实是神迹啊！我们来问一下那个好了哈，一首歌哈，你几岁才踏入教会？几岁才第一次踏入教会？就是认识子瑜之后才踏进来嘛。你们也没认识多久啊？为什么想那么久呢？你们也才不过是认识了508天而已，认识508天而已。你们不过认识508天，想那么久吗？也就是说，一手在508天以前的岁月，他从来没有踏过教会，跟牧师一样。牧师在受洗之前，前面1年的慕道友。我教会一步都没踏过，也没有人跟我讲。所以能够来到教会，其实是神迹，是奇事。当我们来到教会这个信仰旅程，我们会参与教会的生活，不管团契的服事，团契小组服事，然后礼拜读经，
一步一步的学习，日积月累，我们信仰的生命开始会如一颗种子，怎么样？种在土里面。刚刚讲的这些东西，读经啦、礼拜啦、团契服事，就好像水、阳光、养分浇下去之后，慢慢你就会长成一棵树。我不晓得这边你看，这边利安一直跟我们分享，他在坚信你前跟坚信你之后，他的生命转变很大。意思说，坚信你前他浇的水都是没有营养的没有了坚信你之后，他变很大，所以他也做了见证我们慢慢长大成一个大树其实这个是愿意在教会里面谦卑学习的生活的人，共同经历这个教会美好的一个团契当中。这个美好的团契当中，也可以帮助我们。我也知道前面有2个，这左边这边有几个年轻的你旁边后面有一些大哥哥大姐姐，曾经在你们彷徨那个时候陪伴你们。教会的团契就是这样，很美好的团契。有一些人会陪伴你们，他们愿意陪你多走1里路。来到教会久了，基督教的信仰一久了之后，会让你跟外面渐渐走出不同的一条路。最大的差别就是生命的价值观会不一样。我们不只在理智上面认识上帝，说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超越时间与空间的上帝。我们甚至在信仰的过程当中，内心会去感受到，只要你心愿意慢慢打开，你会经历到，这个上帝真的是真的又活的这上帝，以马内利，随时与我同在的上帝，就好像我们刚刚在念的使徒信经一样。信仰告白，所谓的信仰告白是一种宣誓就好像他们在德国那个效忠希特勒，我们这个也是宣誓什么？宣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上帝，我们真的信有上帝，我们真的信有耶稣基督，我们真的信有圣灵。可是有一句话这么说：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世界的价值观花花绿绿，对基督徒影响非常的大。我们常常不小心就会陷入到两难之间，一边是教会，一边是社会的追求，上帝、偶像，两边也常在拉扯我们。我们常常被这3种东西，第一个，不管是看得到的物质上面的引诱，你们看现在很多会被骗，就是因为他被引诱我们可能在财务上面、地位上面被引诱。第二个就是说，或者说我们生命当中承受极大的困境跟压力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承受这样的一个试炼。牧师在第1堂有讲到那个诗班的诗琴才颖，他是今年的复活节受洗，他默默的弹琴，弹了10年，受洗了。默默的弹琴，默默的关心，圣灵在那里面，他就愿意受洗。我们知道受洗之后，圣灵会与我们同在，会帮助我们，怎么样？远离黑暗，远离忧惑，往光明的地方，往喜乐，往盼望的地方去。可是当圣灵在动工的时候，魔鬼也跟着在动工，这2个力量一样在你内心拉扯。如果有才颖的 FB 人知道，他写感恩日记，在 FB 里面写了103天了，103天。里面当中，他很真实的描述他自己，因为牧师都有在陪伴。有的他有修饰，因为他有时怕他爸爸妈妈太担心。他面对了很多的挫折，然后怎样经历许多的陪伴，上帝的医治，他很像海绵一样。他对于牧师的讲道，所以礼拜3查经祷告会的东西，他一直吸收，一直吸收。牧师也看到他慢慢长成一棵大树，慢慢长成一棵大树。他愿意承受从上帝而来的试炼。为什么会有试炼？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想改旧换新改旧换新不是说我们讲就可以，上帝会给你一些试炼。当你没有试炼的时候，你不要太高兴。
牧师，我很少有了，我已经第3代基督徒，很少有这种东西。那可能你要去想一下，第一个是恩典，第二个你上帝那个魔鬼觉得你不用，不理你啊。第3个就是当我们遇到身体很病痛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很极端的反应，我们埋怨上帝，上帝你在哪里？我们建成长辈哈，70岁以上的哈，有60几个，还算蛮多了。那身体病痛，大家难免都会有。那在身体病痛的时候，说实在话，牧师能讲的话也有限。我去，如果他不愿意把心打开，我去想什么都没用。只有他愿意把心打开，我陪伴。他愿意打开了，我们才可以更深入的来谈。的确，当人在病痛的时候，其实刚牧师上来之前哈，我肌肉酸痛，我好像有一点点肚子不太舒服，啊，这2天。但是我求神帮助我，因为我还要传讲你的话语。那今天的歌。培育以前的歌也很激励牧师。我在我们不单单只是埋怨，我们要去怎样去经历。可是如果我们当有这3种的两人，我们会很多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别人过得比我好？为什么我们会比较？我们会比较什么？为什么很多的坏事都来到我们家？早上关怀部长郑美姐就跟我讲，某一个弟兄啊，就传给他说。他最近又化验有问题，然后他太太也有问题，他谁有问题？他说怎么我们这么倒霉？我听到的时候，因为要下来准备礼拜，我也没有多什么。我们不要成为一个会怨天怨地。哦，上次牧师有吵怨天怨地，这是一般的怨社会。我们不要怨教会，人的骄傲。以至于让我们会成为怨恨我们所拜的神明啊，以至于让我们本来确信的信仰这个永生盼望，我们是有永生盼望，我们的盼望不在现在啊。所以我们应该是越信仰，我们越成为大叔之后，我们的信仰应该可以越过这些苦难，就是苦难没在，苦难是在，但是我们可以越过它的一个能力。信仰不就是这样子吗？我们是有永生的盼望，所以因为有永生盼望，所以我们才能够面对现在的困苦，而不是我们面对到现在的困苦，我们好像活着很不想永生盼望，所以永生盼望就很快离开到上帝那边。我们开始对信仰产生动摇，我们渐渐怀疑上帝是我们唯一的100%的信仰的依靠吗？我觉得还是依靠房子。现在房地产这么贵，我如果能有1栋，哇，这个好棒的依靠，我可以养老，我可以依靠我一个好的一个工作，或者我可以依靠我的亲人，甚至钱。这样的信仰会不会太现实？这样的信仰又不是有一点好像在玩扮家家酒很儿戏。因为这样子，开始在教会里面常常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产生。有人将教会当作俱乐部在消费，他已经习惯了，到餐厅有人服侍，到饭店有人服侍，来到教会可能也需要有人招呼他，可能他自己没有意识到，但是他的态度已经展现出来。他今天心情好，他就来教会；这个礼拜心情来教会，下个礼拜有事。他就不来。如果弟兄姐妹问我啊，你要去找工作，牧师会建议你找周休2日的。纵使再好的工作，牧师建议你找周休日，6日来服侍教会。如果真的没办法，像我还信主之前，牧师就在上班，在房屋中介上班，礼拜天也上班。我至少那段时间。我一定会跑去教会做礼拜。如果今天刚好值班，我就在台北附近找个教会去做礼拜。我们不要让自己有很多的理由
来离开这个信仰。如果这样看来，如今的偶像，我们隔壁的神明，或者是社会的价值观，或者花花绿绿的这些偶像，对我们还是影响力很大。不是只对以色列那群被掳的以色列百姓影响大，对我们影响很大。其实我们的人心啊，是被自己内心贪婪的偶像所掳走。讲到被掳啊，你们可以去看柴影的 FB， 在100天真的好感动哦。他也是讲到被掳，意思说他不再被掳了，他不再被掳了，意思对不对？但是因为他今天听了一场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他被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掳了啊。这个我觉得哦，我牧师真的看得很感动。要是我不晓得在座弟兄姐妹，你现在有没有被这样的一个贪婪的偶像一点在你心里面动工？要是这样，我们如何是好呢？我们看一下第1节，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我所选择的，我心里所喜悦的，这个版本不太一样哈。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看啊，上帝当初透过巴比伦审判以色列，上帝也透过以色列先知给在被掳的巴比伦的百姓安慰的信息，因为都已经被掳了嘛。审判的信息他们不听就被掳，被掳了之后，因为上帝是怜悯人的上帝，上帝赐下安慰。上帝一样要到对21世纪的我们，他要赐下盼望的信息给我们。透过今天1到4节，盼望的信息给我们，并透过他所拣选的这个仆人，带领我们继续在这个世界走一条不一样的道路。我们看第1节的2个字，看啊，注意看。上帝透过以赛亚先知发出这个信息，看啊，上帝要我们详细看，上帝要我们不是单单用眼睛看。我们知道，现在用眼睛看到了不一定是真的，耳朵听到了也不一定真的，眼见不一定是真的。这是强调有分辨能力的看。你要用比较看啊，看偶像，看啊，上帝的奴仆，一个比较的看。另外什么？你要将心门打开来看。上帝要我们看什么？上帝要在这个时代做新事。上帝要将救赎世间人的计划交给他所拣选的这个仆人，我的仆人。上帝在第1节当中，他讲了6个我，上面没有这个版本没有哈。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服侍，我所拣选，我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这个代表什么？代表这位仆人是唯一合上帝心意的仆人啊，而且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啊。我的爱人，你会讲我的爱人一定是很亲密，而且他是带了上帝的能力。我们用现在选举的语言来说，上帝对他这个推荐的这个仆人，他有十足的信心。上帝愿意为他挂保证，而且不是口头支票，是台湾银行开出的银行本票，一定会兑现。因为这位仆人他有上帝的灵与他同在。上帝自古他拣选了很多他的仆人，但是很少有灵与他同在。上帝原本透过拣选亚伯拉罕这位仆人，上帝要透过犹太人祝福万邦万国，但是犹太人他们没照上帝的话去做，他们没有遵守上帝的诫命跟律例，他们陷入在罪恶当中，他们怎么将福音传出去呢？后来以色列被掳70年之后，上帝用波斯，所以你看，我们觉得这个巴比伦很强，可是这突然兴起这个波斯，上帝透过波斯当作他的仆人，消灭巴比伦，让以色列在70年后回到他自己的故乡。波斯
成为政治上面上帝利用的一个工具的一个仆人。我们都知道，在新约福音书里面，耶稣的时代，那时代人期待的一个弥赛亚是一个革命家，他们希望这个弥赛亚可以用武力来推翻罗马政府，以至于当耶稣不是按照他们的意思来做的时候，他们就将耶稣钉十字架。上帝并不喜欢用人想到的方法，人想到的方法。上帝所拣选的人，上帝所用的方法超过人，跟人完全不太一样。我们继续来看上帝的作为，第2节到第4节。第2节到第4节，他不喧嚷，他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第3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在圣经里面，一段经文里面重复出现的字，代表非常的重要。刚刚出现了6个我，这边呢出现了几个不，有没有人数？来，几个不？考试开始。啊，7个，4个，4个不。哎，前面2节呢？7个，总共出现了7个不，7。那原文犹太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代表什么？耶稣他虽然有资格跟能力得到君王当得的荣耀，但耶稣选择什么？他选择用奴仆的身份来出现，服侍我们。我们知道，从自古到今，这个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欺善怕恶。我们所做的事，我们一定会轰轰烈烈、敲锣打鼓去通知大家。在这个世界，有一种某种的征服跟占有的欲望，充满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这世界让我们的观念就是，东西永远没有嫌多啊。有这个东西，我还要更多。跟有，这个有跟刚刚讲的不，台语叫做无，它是一个牺牲。7完全数就是代表他完全不要，他可以牺牲，他不要。可是这个世界上教我们的不是这个，以至于很多世俗化的神学进到我们教会里面了。不管从国外，从世界的价值观、民间宗教，我们当然在教会里面强调丰盛，强调卓越，强调成功，强调医治。刚牧师有讲嘛，好像你生病，上帝不医治你，你就可以开始对上帝指指点点。好像我们这个信仰是需要有病一定要得医治，这样一些的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东西进入到教会里面，在这样无止境的想要有的下面里面，造成我们现在社会很多的问题。想要有就会什么？就会互相抢来抢去。你想要把东西抓在我这边，好，2个小朋友，婴儿，每个人看到玩具都想抓嘛，抓起来就往自己身上弄嘛，很自私，会自私，以至于造成人与人彼此之间很多的猜忌。台湾现在贫富差距超越以往，在牧师还年轻的那个时代，贫富差距没那么大。我们前阵子刚听到台湾不晓得几亿又多了很多个人，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很痛苦的人也是越来越多。当这样子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大家都想要有，大家都想要抓，都想要抓的时候，社会一定开始会渐渐出问题。夫妻出问题，家庭出问题。家庭出什么问题？
当有财产的时候，兄弟就开始，大家都想要。公司行号，常常有流行一句话哦，我们那个年代了哈，人在江湖哪有不被插刀的，不被捅一刀的？就是你在里面常常江湖，连子群他们在部队里面都会啊，都会被捅刀啊，就是这样子。但是人内心深处需要满足的那一块，其实没办法靠外在的东西来满足它。如果靠外在的东西就可以来满足，我们就看到很多很年轻的就开跑车，然后去乱撞。我不晓得，立安好像比较认识这种阔少哈。他们真的开那个，他们就可以满足他们心里面吗？我牧师猜我一定不会，一定不会。好消息是，上帝是公义审判的上帝，上帝审判以色列百姓，上帝透过任何方式让我们回头，上帝也是怜悯的上帝。只有从上帝来的真理，上帝来的真理才可以带给我们人类盼望。只有从上帝来的爱，才能真正来修复、医治、安慰我们的内心。我们人的话听太多了，人的话听太多了。牧师在做关怀探访的时候，有时也会有一些心寒，啊，我觉得大家都会要求了很多。但是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啊，你可能这个时候哈，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想睡觉什么，所以我们就没有打电话啦，没有那么频繁去看你，哦，用任何方式可能帮你带到。但是当人已经习惯了，就像牧师哈，在从疫情每个礼拜五打电话给长辈之后，长辈好像就吃了牧师的毒一样，你知道吗？礼拜五一定要听到牧师电话。但是因为今年我们10业改组了嘛，哈，我觉得这样不对，啊，10业改组之后，我就请我们关怀部长去开始联络，牧师就他没打了，就开始有人在声音出来了，牧师现在都不关心我了，牧师都不给我打电话了。其实牧师都可以做，牧师只是希望在更多的时间去关心更多需要关心的。刚刚牧师有讲嘛，有许多，哦，像彩颖，我们接着关心他，在这边有甲状腺有个肿。哦，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是需要去关心的。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关心，但是你要慢慢站起来。我们需要是更多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当然了哈，在场如果有需要牧师关心的哈，随时来跟我讲哦，哦，所以当有人怀孕之后，我现在每一天都跟他联络，哦，牧师每一天都跟他联络，啊，牧师每一天都跟他联络。我讲真的，啊，那个好奇小姐，如果你也需要牧师，可以常常赖给你。这样我们才会熟悉哈，上帝竟然将拯救世界的大任，透过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这个是让我们世人没办法想象的事情。我们谁会把独生爱子，小赖把那个盛宴看得真的是他的生命啊。我们哪有可能好不容易怀胎生了一个孩子，我们自己为他去钉十字架，不太可能。但是上帝他做到了，而且他这个伟大的人，他呢出现在马槽啊，哦，我们等一下这个拉起来再看，他出生在马槽里面，他在世间的日子，他教导，他医治，他赶鬼，他关心无依无靠的人，他关心心灵破碎的人。耶稣与社会边缘人在一起。所以耶稣做的事才是我们要跟他学的做的事情。我们不是来跟随耶稣来得丰盛，来得成功，不是的。世间人追求的是有更多的我要抓更多。耶稣不断让我们看到他不要，他放下，他牺牲，他谦卑，他的生命的典范给我们看。这样的典范其实也在我们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身上。很多弟兄姐妹都暗暗的在做一些事情，关心代祷。耶稣为了传扬真理，耶稣他尽他受呼召的本分，
虽然困难重重，但是他不灰心，他也不喧嚷，他不扬声，不在街上说啊我要传福音了，不是，他默默完成他的使命。我们要默默完成他的使命，我们也是，甚至最后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完成了上帝拯救世间人的计划。弟兄姐妹，以赛亚书40章7到8节，一段很有名的话，意思大概是：人好像草，人的一生的荣耀就好像花。但是我们都知道，草会枯干，花会凋谢，只有上帝的话会永远长存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呈现一个人生真实的面貌。自古多少英雄好汉，如今在哪里？啊，最近国文讨论了很多什么顾炎什么在哪里？啊，孟子在哪里？自古有多少的强权大国？亚述、巴比伦、波斯、啊、罗马，甚至很多，你看我们以前都很大的苏联。对很多在座的年轻人是一个这个没听过了。苏联后来解体，叫做俄罗斯。如今又在哪里？上帝应许了，人如草，人的一生的荣耀跟花一样，都会凋谢，都会干枯啊，都会已经消失不见了。这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就是说我们在世上，我们到底要追求的是什么啊？我们要追求是什么？成为基督徒，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我们的本分又是什么？在座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分都不一样。牧者有牧者的本分。我刚刚讲到，让弟兄姐妹误会，牧师会委屈。我昨天3点多跟志梅牧师醒起来，在谈论很多事情，我也很委屈啊。但是我想到为我钉十字架的耶稣，我就没有什么好委屈的。我调整，代表这个弟兄姐妹他更需要关心，我就去关心他，啊。我们就要像那个当初被掳的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巴比伦，我刚牧师不讲嘛，很多人就敬拜那边的神明，但是有少数的人，我们叫做剩余的百姓，渔民，不是渔夫的渔，是剩余的渔。他们坚守这个信仰，他们悔改，他们尽他的本分，他们专心仰望等候上帝的恩典。他们就像现在代降节一样，信心。代降节第2组代表信心，他们很有信心的那边等候。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60年，等候的过程当中，这边一定有人过世了。因为我们在想嘛，70年呢，代表你去被掳的时候，如果你是50岁的话，你大概一定会死。你30岁，你要活到100岁也很难，所以你大概等不到你就走了。可是，可能去的时候是10几岁、20岁的，他可能就真的可以等到。他尽本分，他那个呼召他等到了，他等到被回到故乡去。等一下大家可以上面看，代降主日里面，我们上面有摆了一个空马房。马房他也要随时打扫干净，因为他不晓得耶稣什么时候要来。代降节就是我们要随时预备好，客栈的老板他要把马房随时整理干净，因为等待耶稣来住。3个博士，这些博士们，他们也要尽他们的本分，观星象，学习他们的专长，而且他们还彼此要有同心合意的心。这个事工，这个什么，他们才可以一起追星，然后找到耶稣，迎接耶稣。弟兄姐妹，当我们尽本分仰望上帝的时候，当我们尽本分，来敬拜团，当我们尽本分仰望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一直在注意生命当中的一些破口、艰难、
因为当你不仰望上帝，你会把这些破口艰难放大，困苦，我好委屈哦，我的欠缺，我的不够，你会一直埋怨你目前碰到的一个情况。夫妻的争吵，常常都看到对方的那一点，其实根本是小事。牧师也经历过，我就把志梅牧师那一点无限放大，无限放大，所以我们就会一直吵，吵不结束。可是当我们学习仰望，我们回到耶稣的眼里，上帝会帮助我们，上帝会帮助我们调整眼光。在代降节期，新的事不只是在2000多年前发生。如果新的事，红海的水被弄开，约旦河的水被弄开，只是传说、谣言的故事，那这个信仰我们不要信。你要相信这个新的事，在这个代降节期，只要你愿意仰望上帝，这个新的事，你尽你的本分，在教会，在家里，在职场，你尽你的本分，新的事就会发生。牧师讲一个小小见证，有一个弟兄，他跟牧师说：“牧师，我在一个地方上班，我们那个大概有20-30个人。这个弟兄已经退休了，我也看到他很热心在教会服侍，默默在做。他们职场上面只有他一个基督徒，大家说你跟其他人真的很不一样。”你跟其他人很不一样，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活出基督的奴仆的一个样貌，人家不会走进来。当你的另一半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这边有很多弟兄姐妹不是基督徒，当你的另一半跟着你久久了，他们还没有认识耶稣，有2种情况。第一个真的是时间还没到，我们想这个是上帝的主权。第二个就是你要检讨。牧师讲这个很重要，你的行为没有让他觉得你像耶稣这样牺牲，他不灰心，他不丧胆，相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压伤的芦苇他也不会把它折断。他为了领这个弟兄，领这个姐妹，他愿意更多的忍耐。当他这样子的一个表现当中，一定会感动到另外一方。就像这个弟兄一样，他的表现出来，让整个他的职场上面觉得他不一样。求主帮助我们，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改唱第2首第2首回应诗，就是这个时刻，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悔改，带着主的光到世界的各地。谁拣选我们？谁预备我们？带着神的爱，宣告盼望，在这时代，领受这大使命，这谦卑聆听，跟随他脚步，将福音传到世界地极。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所踏之地，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烛光，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都敬拜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所踏之地，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烛光，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都敬拜你。我们一
起来做个祷告。主啊，就是这个时刻，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啊，我们看上帝已经将美好他所喜悦他的儿子献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紧紧抓住这个生命当中的至宝，在这个待降节期，我们再一次不断的来反省我们的信仰。主，我们说我们软弱，主，我们说我们有许多的不足，但是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你常常加添我们心力，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也常透过圣灵的力量，透过弟兄姐妹来一起来扶持安慰我们，让我们就是在这个时刻，我们带着主的爱，不管我们生命的境况是怎么样，我们要如信仰告白说，我们信的是真神，我们信有耶稣基督，我们信有圣灵。愿我主耶稣基督的爱、圣灵的感动、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诗歌，带着回家。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耶稣永远与你同在呀。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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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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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你是我最爱天父爸爸。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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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